台南虽然无客家行政区无明显的客家部落，但却有13万外客人。随着市长的支持，2022年市府成立了一级单位客家事务委员会，其中客家文化会馆嘛扮演宣传的重要角色。对代表客家精神的火架树开始，伊小解有关客家文化的大小事，当中嘛设计了家己亲身的体验区。展现客家文化丰富的多元性甲亲和力。那这里是开放空间，1楼是常设展。那常设的主题有分为5大主题，现在在我背后的是其中一个主题，就是文物。那文物是死的，但是文物是过去人用的，其实是活的。所以我们怎么从这个展示当中看到以前的样貌？以前的农村时代任何的东西它都是再利用，然后是循环的，是有利于这个大地生生不息的。所以看文物也可以看到故事，欢迎大家来看。当然要了解一个民族文化饮食，就是上有代表性，所以会馆当中嘛展现一道一道经典的客家菜，相当逼真，就让透露因早期生活环境所讲究咸油香的口味。也代表客人的勤俭加刻苦精神。那客家美食的重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说4文4草，总共有8大项的食物。那过去的那个客家的生活都是在农村，农村的劳动力很大，所以他每天劳动，每天流汗，汗里面夹着盐分出来汗水出来，所以他必须补充很多的水分跟盐分，所以人家说客家菜咸香油是这样子来的。看到这些菜色，我们都流口水了是相当好吃啊！所以呢，到客家庄、客家村，最重要的去吃他们的客家美食。南市客委会欢迎市民来会馆参观，拜2到礼拜拢开放，有需要导览嘛请事先预约。台南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报道。